两个大铁环接在一起焊接了，现在进行焊接工作。有两组的那钢管呢，看钢管组合，然后现在焊接。那焊接完了才把它锤进去啊，可能要用那个外手把它压进去，压到土里面。民国109年的公元2020年，大陆武汉肺炎影响到3月15号就知道影响到134个国家地区了。今天3月18号。马来西亚3月18号，今天礼拜三，全国的封城，禁止外国旅客进入马来西亚，宗教活动都停止。马来西亚东南亚武汉肺炎最严重的国家，马来西亚华人也很多。武汉肺炎。2020年1月下旬，武汉地区发生武汉肺炎。到3月份了，都还好，大陆好像有减缓，但是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地区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最严重。今天的3月18号，全国封城封国了，锁国了，禁止外国旅客了。进入马来西亚，外国回来的都要自己隔离14天。公众的运动、群众运动、庙会活动那个大概宗教活动那个群众运动的活动的都要禁止。好多店啊都不是很必要的机关啊都停了，只剩下卖日用商品的店。网络传说用那个棉花棒沾白醋啊、白醋，然后在鼻孔涂一涂，两个鼻孔涂一涂，再戴上口罩，可以减少会对抗武汉肺炎入侵啊。就怕从鼻孔进去的话，用棉花棒沾白醋、白醋，然后在鼻孔涂一涂，再戴上口罩。棉花棒沾那个白醋，在鼻孔涂一涂，再戴上口罩，也可以对抗那个武汉肺炎。开车的人要骑机车去哪里啊？现在都进行那个2个超级大钢管组合，现在已经换2个组合，然后结合的地方要把它焊接好。进行焊接的工作，焊接完了可能要用那个怪手，很强力的怪手，把它压到土里面去。你看，然后要挖土会有水，挖到地下水层也会有水。你看要抽水出来了，地水火风啊，有地有水有火，温度有风有空气，人的身体也是有地水火风。人有3宝：精气神。精啊，气啊，呼吸啊，神灵，神灵的神，精气神，人生3宝，天地的3宝，日月星，地的3宝。地的3宝水火风啊，天的3宝日月星，人的3宝精气神。爱惜3宝啊，所以要戒淫啊，寡欲啊。
能量有限的，能源有限的，危险的。暂停了，暂停了，还有很久了。